南美馆2馆除了是推广台南文化艺术的基地，以台南凤凰花为设计发想的建筑主体更备受赞誉。其中为友爱街看准南美馆绝佳视野所诞生的民宿，自1楼整层的餐厅厨房开始，一直到4楼都呈现许多斜坡和楼梯设计，而且入住房间时也仿佛进入台南巷弄探索秘境般有趣。置身屋内就可以欣赏不同角度的南美馆，在半开放式的露台或坐或卧，一派轻松，甚至可以和对面游客打招呼。入夜后点灯，气氛更是加分，成为难忘回忆。呼应南美2馆，它外观，它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它像是城市里面的一座山，所以我们希望旅人在里面活动的时候，也是像是坐在自然环境中，然后看着南美术馆。民宿低调独特的美学和视觉享受，也让游客来台南不再是留恋美食小吃，反而是专注于亲子互动和伙伴关系。他们来到我们的空间之后，他们立刻改变他们的行程。他说：“我不要出去，我就是要待在整个空间里面。”然后等我们退房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开心地跟我们讲说：“他在这个空间里面跟他的家人、跟他们的朋友。”包栋式的经营已经跳脱贩卖价格，而是善待每一次和旅客相遇共好的价值。善待每一次相遇的缘分，实践共好在日常，是我们的核心理念。我们跟旅人共好，跟伙伴共好，跟在地店家共好。我们想要呈现的是一个被想念的场域。全台1万多家合法民宿当中，该民宿就以特色建筑为傲，荣获交通部观光署第1届金质友好民宿，力拼永续旅游。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。